今日分享嘅經文係喺路加福音第2章9至11節。經文係咁講：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，主的榮光四面照着他們，牧羊的人就甚懼怕。那天使對他們說：不要懼怕，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，是關乎萬民的。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，為你們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經文讀完，而家分享我靈修嘅心得。今日嘅經文就係講述有一位從神而來嘅使者，向幾個牧羊人報佳音，耶穌基督降生嘅大喜訊。當時嘅使者出現，牧羊人都係被四面榮光照耀着。呢啲榮光係代表神嘅榮耀。當時嘅牧羊人都係非常之懼怕。喺路加福音同埋聖經裏講述到神或者佢嘅使者出現嘅時候，都有神嘅猛烈榮光嘅照耀。神嘅榮光使到人覺得懼怕，因為人係活喺呢個罪中同埋充滿黑暗嘅世界。神嘅光嘅出現就照亮我哋心中嘅陰暗同埋罪惡。神揀選咗啲牧羊人係頭一批聽到救世主降生嘅福音信息。牧羊人係當時社會屬於低下層，身份係非常之卑微嘅人。呢個亦都係俾我哋一個啟示，神係把救恩先降臨喺比較謙卑同卑微嘅人，好似主耶穌基督自己降生，都係喺一個馬槽好卑微嘅地方，唔係好似當代嘅一般猶太人嘅想法，救世主係一個好似當代嘅君王，來臨嘅時候有大隊兵馬，壯壯烈烈、威威風風咁降臨。呢個係其中嘅信息，就係人都要謙卑，先至可以願意接受神賜俾我哋嘅救恩。另外，我哋係羊群，主係牧人，佢牧養我哋。最後同埋可能係一個最重要嘅信息，就係呢個救恩係屬乎萬民嘅意思，就係話主耶穌基督降臨，佢賜下嘅救恩係唔單止俾一個民族，好似單係為以色列，而係俾全世界所有嘅人。所以喺呢個紀念主耶穌基督降生嘅時候，我哋再得到一個非常重要嘅提醒，就係我哋係應該將主嘅福音傳揚出去，應該要成為主福音流通嘅管道。求神賜我哋負擔同埋能力，去為佢嘅福音救恩作好嘅見證，使到神賜俾我哋嘅福氣，亦都成為別人嘅福氣。總括今日嘅分享，頭一點就係神是光，佢是生命嘅光。藉着主耶穌基督嘅降臨，我哋接受佢同埋信佢嘅名，就可以得着新生命嘅光。第二，接受呢個新嘅生命，我哋係需要謙卑。基督原先係與神同等，但係佢謙卑下嚟，放棄天上一切嘅榮耀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，為咗係賜俾我哋救恩。佢喺地上嘅出生係一個非常卑微嘅環境。第三，神嘅救恩唔單止係俾以色列一個民族，而係為萬民而設立嘅，全世界所有嘅民族都可以同享呢個福分。所以我哋係要將福音傳俾所有未信嘅人。咁我喺度分享完畢，我哋結束嘅時候作一個簡短嘅禱告。親愛嘅阿爸天父，感謝你為着賜救恩俾我哋，
把你嘅獨生愛子差派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使到我哋得着永生。求神使我哋活出你賜俾我哋嘅新生命，喺世上作鹽作光，侍奉你，見證主嘅道，領人歸向主，榮耀主嘅名。以上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Amen。